早期无塑胶的工业，台湾人拢是用铜草来做手工花。宜兰一个84岁阿嬷就转到做，即摆阿嬷后生新妇嘛继续咧做，希望把这项传统的技艺流传落去。 白色花瓣细致有韵味，中国黄色的花蕊和规蕊白牡丹看起来更较成。这美丽的花，唔是咱所了解的塑胶假花，是用手工慢慢做出来的艺术品。酒家你要上班啊，它一定要戴得更漂亮一点。它颜色就我们配。较早鲜花、塑胶花无遐普遍，这款手工的铜草花存在就特别重要。不过要做这款艺术品，要真有耐心。 这个好湿重，你才袂破掉啊。其实铜草纸并不是真正的纸，是要将铜草烤做薄薄的纸片。它就可以这样搓。哦。因为真好拗，变成做手工花上赞嘛是上环保的材质。几年啊？100几年啊。这技师已经流传几啊代啊，因为时代改变，这功夫恐惊会失传。30年前就没有办法跟上这个鲜花，啊，假花也太多了，啊，成本又贵。加在宜兰县文化局将这款的手艺记录出册，第2代嘛全力伫教铜草艺术，就是希望讲，用将这款的功夫传承落去。